如果你有個口腔嘅性行為，又出現下邊咁嘅症狀咧，一定要提高警惕啦。第一種咧就係長期嘅聲音嘶啞，炎症引起嘅嘶啞，一般2週左右咧就可以恢復啦。但係如果你有長期嘅嘶啞，咽喉部咧又出現咗疼痛，呢個時候咧就要小心啦。第二種咧就係呼吸困難，尖銳濕疣咧可以引起咧咽喉部嘅感染，佢可以引起呼吸困難，尤其有異物喺堵塞住呢個喉部嘅時候咧，咁就要小心啦。第三個症狀咧就係痰中咧有血。因為咧疣體嘅本身佢比較脆弱，假如呢個時候咧你用力咁去咳嗽，呢個疣體咧就好容易咧破裂出血，呢個時候咧你就會表現出痰入邊帶有鮮血，所以呢個時候咧就更加要小心。所以咧有以上嘅情況咧，你一定咧要揾醫生好好咁幫你睇一睇。當然啦，夫妻之間偶然咧有啲娛樂，當然係冇問題啦。但係假如你有唔固定嘅性伴侶，或者多個性伴侶咁嘅情況咧，當然要小心啦。尖銳濕疣或者口腔癌會揾上門㗎啦。